觀眾朋友，今日個好無方向收看福起來嘅阿明哥劉浩明。喺2023年嘅時間，我哋客家委員會有一個客語性教育運動，最主要係希望講我哋學校嘅師生可以同我哋音樂嘅工作者寫一啲屬於我哋下一代嘅新教育。喺2025年嘅時間，我哋屏東內埔嘅豐田國小嘛參加下計劃。今日我哋邀請到兩個來賓咯，而係鄉下為到我哋豐田國小做出我哋新教育，我哋馬上歡迎來賓，我哋開局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內埔嘅陳開旭。那同時還有一啲我哋嘅創作人，伊係一啲好浪人，但是伊係唱 rap， 但是伊嘛參加也把伊啲新教育嘅伊啲製作嘅過程，我哋咧柯少。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柯少。好，今日佢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因為一開始我哋講我哋2023年嘅時候，我哋客家委員會有派一啲教育嘅新教育嘛。其實都即個邀請啦，邀請係13個啲學校去參加呀發通啊，其實嘛有啲發表會。但是後來都希望講，幾多嘅學生都學校嘛希望講，有冇遇到新的效果啊？咁後來唔知間我開始去參加我哋客語新教育嘅運動咯。其實我幾時節看到有個發通有冇？我就想講，我應該嘛做得做。我後來想講，我切間嘛喺土嘅豐田國小，我記起算係我嘅母校。我有喺合唱團咧，幾久以前嘅事啊。我就想，我哋嘅合唱團幾厲害，我應該我哋做可以拿去同人哋合作安尼。嗰時我都想到講，我聽人喺教育，豐田國小嘅教育嘛，聽語嘛係。合唱團，而家咪做演講啦。嗰時想講可以試看看啦。一部分柯少我都想問，因為柯少吼，伊即個本身有名嘅係也係 rap， 尤其係我哋講河洛話 rap， 其實柯少係一個最有名嘅一個歌手。但是我哋一般來講嘅話，我哋校歌都是比較我哋講傳統嘅歌謠啊，尤其甚至要合唱。但是你係從你哋 rap 嘅歌手，當初我想要揀啲咩地方嘛？當初海旭找我做這個計劃的時候，其實是因為去年客委會啊，他在推這個校歌計劃的時候，有一個跟以往不一樣的重點。以前他會認為說，我們這種校歌為了方便傳唱，我們以民歌為主，對。但是去年我們就發現說，客委會他希望你可以做民歌或流行音樂，我們就注意到這一個非常要緊的點，就是既然可以做流行音樂的話，我們就可以把我的所長，我的音樂上的所長放進去發揮。那當然，我們也是要取平衡點啊，因為就像孝明哥講的，平常我自己的創作可能是以饒舌比較多為主，但我在接到這個計劃的時候，我就想到，既然這次客委會他鼓勵說，我們可以帶這些孩子來做不一樣的流行的曲風，我們就抓了一些黑人音樂的元素放進來，那放旋律在裡面，也放節奏感更強烈的在裡面。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小朋友啊，他很喜歡 K-pop， K-pop 它就是節奏感非常強烈，比起我們以前很多的華語流行音樂或者台灣的流行音樂來說，它非常強調這一點。那我們就想說，小孩子應該也會喜歡，所以我們就來做這樣的嘗試。通過計劃以後，還是愛同學校去，我哋講去表態講唔想中央嘅曲風啊，其實係唔係用嘅同教嘅學校去溝通嘅咯。我哋嘅時節過去嘅喺學校嘅時節有冇？我哋已經有帶差唔多5種嘅嘅 demo， 呢本嘢讀，就係算係原曲嘅感覺。我哋帶呢本嘅高中讀，我哋呢本用選的咧。我推薦講5選1，錯，5選1啊咧！我推薦講唔選選啊，看唔過好哪樣，我哋啷來用哪一種嘅曲風來做？因為其實一定國小嘅時節係喺想講愛做唱民謠啊，唱嗰種一般嘅流行音樂咧。我哋也咪帶嘅個特殊嘅，高中又個開明一些，所以伊就本來哋自由發揮啊。伊就選了一樣，我哋也調過來做一個原曲，我哋後面啷來安尼做。可是剛剛佢開學時有講到講，其實你們那個時候就5個 demo 嘛，那跟那5個 demo 裡面其實是曲風很範圍很大嗎？還是說5個都是黑人音樂？就是我不管你怎麼選，你都是選到這個。其實我那個時候，我們算是去提案，我就是把它當成是我可能在做跟導演啊，或是跟舞台劇的編劇啊，在做音樂提案。我也是用這個心態，很認真的去對這次的 project 這樣。那
當時去提的時候，我就是定調說，我一定要放黑人音樂，就是節奏感的元素在裡面，但是比例怎麼樣不一樣。所以我們這5個提案的方向，可能有爵士樂多一點點的，那有靈魂樂多一點點的，有 R&B 節奏感多一點點的。那就是我想說，讓這個校方去選擇說，他們覺得什麼路線會適合孩子，還有因為畢竟豐田的孩子是很厲害的合唱團，那所以我也想要參考他們合唱團指導老師的專業，去想說什麼樣的內容會是他們更容易發揮的。先出來的時間，合唱團老師有混嘿，合唱团老師有沒有昏倒？其實我覺得他們一開始看到這個音樂的時候，他們是有點，小朋友可以嗎？我相信他們，當然他不會直接講出來，可是我從他們的眼神，我在猜他們是。這個好像有一點難呢，小朋友可以嗎？然後我們還要帶他去錄音室，就正式這樣錄音啊、拍 MV 什麼。他們是有一點點覺得會不會太困難，但很感謝是說他們沒有在第一時間因為任何的成見。我覺得很多時候創作者或是音樂人年紀不同的時候，會有一些不愉快，就是彼此帶着成見。比如說年輕人會覺得啊，你那個太落伍了，我不要跟你玩，或者是有一些前輩會覺得你這個沒有經驗，你不懂。那我們在合作的過程，雙方都是很心胸很開闊的，就是我提一些意見，然後他們也給我們一些意見，在彼此的交流之中，我們就慢慢的是說，的確這個孩子的歌我們應該修改成這樣比較好。那這個歌詞我們要參考孩子的創作多一點，還是我們要參考說，他可不可以做得到多一點？在這個來回不停的溝通中完成這個作品。呢一部分好像我依舊有啲咁問題講，高中都冇意見啊。高中這家嘛係教音樂的呢。真的。高中而且家嘅辦公室地方有冇上幾個吉他的幾片，有個電吉他嘛，有一般的民謠吉他。伊這家嘛會做個流行音樂，又會做一些 rock 的，所以冇乜個意見啦。對啊，有部分係你這家已經摸清了校長的底，所以說才做這樣的提案。那有小可去推調查一下。安尼哦，可是其實有部分對於高中來講，我發現一路等於我也要接書都幾個。我感覺係安尼。我嘅時間看吼，高中冇乜嘅問題，有問題嘅搞嘅他從團嘅線上有冇？吼，伊對以前就睇搞嘅，我細時間就睇幾片，伊攏愛彈嘅 piano 嘅，我哋嘅時間講，我哋愛做一種黑人音樂啊、流行音樂一種時間，伊彈到埋哋嘅原曲，深吸口氣，伊就安尼，認真所以做嘢嘅嚇，高中又睇伊條前推講。怪做得咯，伊就冇講乜嘅法，伊後來又冇嚟講，有五線譜可以幫我彈個 piano。做一天咧啊，冇五線譜，所以後來伊就有一些反對，唔過嘛係歸批判來的啦。因為我們這次參考了很多現在做音樂的方式，比如說像現在很多的音樂它都是電腦編曲的，它不一定是從頭吉他啊、鋼琴慢慢堆疊上去，所以我們也很勇敢的去放合成器，去放各種電子聲響在裡面。那我們是以這個為起點來創作，因為通常傳統我們在做民歌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拿一把吉他，或是拿一個鋼琴，我們先彈一個 demo 哼唱，接着我們再慢慢把編曲加回去。可是其實現在很多的嘻哈音樂也好 ，R&B、黑人音樂、節奏音樂，它都是先做編曲，那我用電腦。我把各種我想象得到什麼蟲鳴鳥叫，我都把它放下去啊，什麼可能樂器不一定彈奏出來的聲音，我都把它放進去，或者用 sample 的方式，那以它為基底，再發展出完整的一首歌。那我們這是很勇敢的這樣嘗試。那學校，我相信他們一開始多少有困惑，可是在聽到成品之後，他們應該是蠻滿意。可對於如果你開始的時間，伊都已經給聽的曲風很用的，甲歌詞。有一些部分係愛聽寫嘅，不過大部分愛聽攏會睇上課嘅時間有冇？來看一個學生嘅一加一嘛嘅，另外一個學生嘅一加一嘛嘅，睇緊人強下睇幾篇寫嘅歌詞，再來表演起愛聽嘅歌嘅地步有冇？最後，本好教彈歌，一定剛剛冇乜問題。之後我哋就吞下嘅歌詞全部寫出來，再批下我哋嘅歌嘅人。係，其實可笑，你這個係好容易，而且呢邊有個歌詞係行業歌詞，一部分唔能用嚟處理咯。
歌詞就可以分2個部分來講。第一個部分是因為這個計劃比大家想的還要更長，我們其實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在做跟孩子上課啊，每個禮拜去跟他們分享音樂的事情，教他們唱歌，教他們寫作。那中間有幾堂課，我們就是讓他們自己也來創作歌詞。所以其實幾十個合唱團，所有上課的孩子，他們都有嘗試着自己寫客家話的歌詞在這首音樂裡面。那其實我在這個過程也學習到很多啦，因為我本來自己也會去講課，可是我的學生大部分是大學，我會到大學去帶社團去講課。那我準備的東西，我會告訴他們說，這個回家要練習這個，回家要準備這個。可是你有沒有練習？其實，在你自己，因為大家都是大人了。我到豐田的時候，我第1堂課也是這樣上完。學校老師就來以他們的專業跟我分享說：“柯蕭，你這樣不行，他們一定不會做回家作業。”於是從下一堂課開始，所有的內容我們都把它做成學習單，然後甚至他表現得好，還是他表現得比較特別的時候，老師還說來要發糖果，要發獎品，要發對，這個就是合唱團老師用他們的專業來幫助我們的地方。冇錯哈，因為其實哈，細人的真係同大人都冇共用，而係教育嘅方法我冇共用。休息下我下檔節目，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放下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女僕，還有我哋嘅鳳山嘅海叔，還有我哋嘅柯蕭，同時嘛係我哋嘅豐田國小嘅新教嗰位嘅創作者，來到我現場同佢分享講，當初做嘛我有一個想法，可以創作一個新嘅教歌。我最想問下柯蕭，因為頭都已經講到第1段了嘛，有關於學習單的部分。第二部分呢，第2個部分是你覺得說，做嘛嘅一條聲音呢，尤其是歌詞的部分，能讓我去適應客語的歌詞的。第1階段結束之後，第2階段就是我的功課啊，我就需要把這個歌詞統整，然後整理，然後像孝明哥就是很內行，知道做這歌最困難是押韻，對，因為你可能通篇像寫文章這樣不是太難，但是你要讓它有押韻有好唱，那是需要花很多時間跟功夫的。那其實也沒什麼撇步啦，我承認我就是用最笨的方式在做這個創作，我邊寫。邊想邊查邊問，因為像我跟海旭啊，或者是一些客家的朋友很好，有時候我們聊天，我就會問他說：“這個字在哈發要怎麼講？或是這個狀況你在哈發會發出什麼感嘆詞？因為每一種語言有每一種語言的邏輯，客家話有客家話的邏輯，那個東西在寫歌裡面非常重要，不要讓人家有我只是。”華語歌照翻過去的感覺，那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我把這些已經順好的歌詞，我就去現在有很多工具，像現在網絡有字典，然後現在 LINE 也有那種客語機器人，對，我就會用各種工具去查說如果這個句話用哈發要怎麼講，然後一步一步查，然後一步步。好在是客語有拼音，對，然後我也會去參考那個拼音去思考這個聲韻對不對？因為學嘢有天數有，我哋攏有天數，強下來。因為你看，伊啲好容易喺查到韻腳實在是無簡單。我同你講冇查，我嗌就錯嘅。因為其實我訪問過幾多個音樂創作者，以自家本地都學嘢嘅哦，伊在寫學嘢的歌詞的時候，他也是要翻書啊。對，因為我們能用的詞太少，好，甚至用了韻腳一歸少。可是問題係講，從自家當初的神腔也嘅計劃，到後來完成，19個時間啦，19個時間我很高，算是高幹啦。今年呢，差不多4年的時間，伊就同我哋工作在做嘅。做了。我哋從4年開始做，5年就開始誒。都差唔多11年，有到11年啦，11年大。我唔好諗呢。讓結束嘅一個地方。有冇喺11月就結案啦呢？然後要核銷啊呢？有11月嘅時間其實就講嘅，唔講係哋想要推做到最後啦。好，主計人也會很恨你。我會講嘢呢。沒有，因為真是也都真是我要問題亂了，因為其實有時政府會按得亂的呀，有時嚴重報道，11年都團結案。
伊差不多其實嘛，迄說音樂，啊，我買的上愛頭都是音樂，最好，因為有聲音的嘛，有聲音的係啊。可是我頭我哋咧，佢上面講到講，唔得一塊是有雙課係咪？我哋雙課差不多雙誒4、5年，從最開始1年的時，差不多5年的時間，我哋就寫好嘅歌詞的嘛，寫好嘅 demo 的，帶去本嘅學生來讀，第2年的時間，我哋就推本去讀客家的歌，哦，不一定去熏陶一下，第3年的時間就開始做歌詞的，最後寫出來，讓全部整合起來，錯。因為像口上這個就感覺來講，像伊頭都有講到講，一開始我有彈客家歌嘛，聽客家歌，然後變成寫歌詞，最慢都錄完了。但是對你來講的話，因為豐田國社會合唱團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合唱團。好，那可是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我這個嘛合唱團出身的，我們合唱團出身的人就知道說，在合唱團裡面，我們的個性不能出來，我們的聲音不能出來，我們必須要大家一致。但是對你來講，也是一個優點，還是一個要去修正的部分。我在帶豐田的合唱團的時候，雖然這樣講很官方，但它一定是有好有壞。因為我覺得合唱團訓練出來的孩子，尤其豐田哦，他的合唱團不是純玩票社團性質，他們太厲害了，又到棒球場去唱歌，又到大舞台去唱歌，他們是常勝軍，他們是非常厲害，那個已經都會有壓力了，太厲害了。那他們受這個訓練出來的孩子，他會非常的有紀律。對，那紀律的好處是什麼呢？好處是我們在交代一些練習啊，或是音樂上的工作按部就班的時候，他們很沒有問題。對，然後他也聽得懂基本上的一些簡單的概念。但是我要跟他們分享的就是說，你要找到你跟大家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因為你在唱合唱團的時候，進去開始分部嘛。正常合唱團就這樣開始分部，有些4部，有些5部，你開始分部。分部之後，你必須要跟這個，比如說我們這一部有10個人，我們10個人就要很融洽。我不允許我太脫稿，不允許我太特立獨行。這老師可能會皺眉頭，因為他必須為了你停下來去調整。但是我們在做這首歌的時候，我給他們的分享是，我希望你找到你自己的聲音，還有你自己的節奏、旋律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甚至是你喜歡什麼，因為在唱合唱團的時候會有一個狀況，我喜歡唱4部，可是我的聲音老師叫我去2部，尤其小學會出現這個狀況，我喜歡唱1部，但老師說你去2部，那沒有辦法，為了整個合唱團的表現，我一定得這樣，這是必要的功課。可是我們在唱這個音樂的時候，我告訴他，你要知道你自己喜歡做什麼東西，像我們這一首歌裡面啊，有一段 rap 這個東西就很特別，有些小朋友好喜歡，老師我要唱 rap， 我要唱 rap， 香珍要唱這個，可是有些小朋友就說我不要，我要唱旋律的。於是我們就讓大家去挑，你挑你有興趣的段落，把它練習好，我們一個一個聽你唱的怎麼樣，你可以跟誰搭配，你可以跟誰搭配，我們拉出來錄音。對，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也是合唱團的孩子他們比較新的體驗。我等於如果其實也要伊的高歌訓練個場地位，其實同我哋以前合唱團都冇共樣的，然後因為我合唱團真的是不希望有突出的聲音。你剛剛說會因為他而奏，我剛剛會奏他，我改變演奏的方式，好，冇唔錯。因為其實嗰種，但是佢新的伊的高歌地位，伊希望講喺每一點人會衝出自己嘅聲音。甚至講以這個最適合的亞部分，但是亞部分來講，因為其實我哋有看到 MV 嘅最慢的時間差唔多能10個聲音的嘛，但是伊哋人合唱團有60人的呀，係啊，咁你最慢係用嚟拖嘅16個。嘅 MV 底部係16個，還有平常時上課嘅60個嘛，錯，啲60個其實我哋係去本一點線，一點切下線，冇一點切下去線。講唔想愛創模，唔想愛創模，唔想愛創模，有誒學生誒個害羞啊，一定就唔想愛創，有誒係一定假裝有冇，又唔想愛本一定去拋頭露面，講係貼色，所以之後我哋就睇佢60地擺拖講，從誒好誒
上來送來創的，啊，家長做的咧。哦，有家長同意書的啦。也送的做的咧。啊，伊定就過來去甲去寫，講唔想來創哪一團，唔想來創哪一團，嘿，啊，創好的之後，我哋將來選出了也16個生意嘞。剛按你來講吧，其實你挑出來這16個小朋友，你還是要把他去請到，要不要和給我們講高高低分每一個人的位置？那這個地方容易嗎？哦，我們這真的是大工程，我會跟孝明哥聊一下，分享一下我們當初那個畫面，就可能一個非常大的視聽教室，所有的孩子坐着，那隨他們開心。比如說我有3個好朋友，我們就4個人圍一小圈，好，音樂放上去，音樂放下去，大家開始唱，我就一個一個蹲到他旁邊聽，然後做筆記啊。這個孩子可能節奏很穩，這個孩子聲音比較高，這個孩子什麼字會咬得比較漂亮，什麼字可能會糊掉，然後開始我就做筆記，然後記下來。接着下一個步驟是給他們幾個選項，柯蕭建議你可以做 A 這一段，還有 B 這一段，你有沒有比較想要做哪一段？對，然後這樣交叉去。所以其實我們在聽這個歌的時候，會發現我們當初要做有一個追求，我們希望所有的 lead vocal 主旋律都是孩子的聲音。對。那第二個就是，其實有一些地方，比如說饒舌這一段，都是男生的聲音，為什麼呢？因為男生的聲音的確在唱節奏上會比較適合一點點，再加上男孩子也比較喜歡啊，對，所以我們做了很多這樣的考量。然後當然我們的評選標準還有一個很重要，是你有沒有每一堂課都準時出席，因為畢竟那是你課後的時間再過來上課。那有些孩子他可能有其他的活動或者說補習，他沒有辦法。那你有全程參與這個訓練的話，我們才邀請他進來做最後的成品。嘿，頭都考試有講到一件事情，你講，佢都在唔能用的時間係天哪時間咯？我哋喺每個禮拜三，就個社會拜三係攏係班日哈，班日之後就會沙團一個考場，合唱團就係一個沙團嘛，就會同人家合唱團的最後一節課，最後一節課，因為一定嘅合唱團過厲害嘛，一定要係用來練習一定。可以衝個全國大賽歌呀，就會一定衝最後一節課的時間，你覺得囤個麥克風搞本來的，講今日有一些個放鬆的課程來問，個放鬆的課程，因為一定平常時合唱團的語系課程，一定平常時訓練囤個軍隊強用啊，係啊，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啊，我哋伊先生就講，一個可以本嚟做一些課後娛樂的感覺。係啊，嗰種其實訓練聲音咧，唔管是喺合唱團，冇得講話啲新教歌，嗰種嘅流行嘅歌曲，其實伊冇一發幾多心力去批動人嘅聲音咧，去潛出伊即個最合去創嘅伊個部分。休息下我喺啲節目，我哋都馬上來談，我哋咧豐田國社嘅新教歌。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
放過來，福起來嘅觀眾朋友，你睇下這前面的時間，你聽到啊，那豐田國小嘅新教過，他個人感覺到一堂好能用嘅，係咪鬼貼片？我所以想問一開始哦，既然把各位已經算是聲音嚟訓練好啦，好嘛錄音嘅嘛，嘅寫個 MV， 我想問一下，你要唔要全部做起以後，要成本嘅學教堂？有啊。嘅學教堂都有點幾歡喜咧，幾歡喜哦，幾歡喜咧。好。以前堂嘅之後，因為嘅豐田國小有冇咪嘅福氣，最後面攏會辦一個像係成果展嘅感覺。懲罰。懲罰。啊，以外den體擺不一定堂嘅時間，外den就出家睇懲罰一點上面衝嘅之後就分給高中堂，啊還有其他嘅欣賞堂。堂嘅之後一定幾歡喜。啊，高中就嘅天講，一定下一個禮拜會辦運動會，就誒組委嘅個台嘅音響，就不用問全部好高的家長啊，還有你的那個欣賞全部彈高。故事懲罰那一天，校長才第一次聽到啊？對啊，故事你們之前都沒有給他聽到？我推電講，我推嘅高中講，我不一個 surprise。這個 surprise 會不會有一些太風險？因為我記得我哋做一天係親好嘅，啊我哋學生嘅嘛係一定個認真，我就想講不如做一個 surprise 嘅。對啊，那可是我想問一下，因為後來你把個 MV 編上去嘛，啊大家的反應怎麼樣？我這個印象非常深刻，我剛發那個 MV 到 YouTube 上面，馬上就有下面就有好幾個留言嘛，那其中有一個留言就是說，我的小孩也有去上你們的課，很可惜他沒有被選上，希望你們下次再來這樣子。我就印象很深刻，代表說，其實我們這一首歌不只是參與錄音的孩子們，連參與課程的孩子們，他都得到很多的，不管是學習或是快樂。其實我認為有些孩子他可能只是覺得這個課很好玩，跟一般學校課不一樣，那可能科小講課跟一般的欣賞也不一樣，他就印象很深刻。對，那。這個家長就留言說，希望我們下次去。我還跟他在下面聊了一下，我就會說啊，因為我們名額有限啊，phải say啊，這樣，他就說希望你們明年或是什麼時候再來的時候，他的孩子可以被選上。對對對，得到很多。我還以為你會直接回說，這位家長，你有沒有寫同意書？說不定是你忘了寫同意書。其實也是有可能，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咁從咱嚟做起，也為伊的工作以後啦，因為這個嘛係豐田國小嘅教育嘛，哈，作為啲新嘅教育，有乜嘅感想？係更加講，作為一個校歌之後，有冇本個豐田國小嘅整體嘅別個風氣，有個歡喜一些。因為本來校歌冇按歡喜嘛，啊，我作為一個新嘅校歌，有一些注入新活力嘅感覺。啊，還有上講本個學生嘅有冇？因為一個係一個幾好嘅經驗。不一定建立高度的自信心啊，還有一定的新的興趣。我想講一個係我最大的感受啦。問題係你個校友有作為也為伊的教過以後有幾多嘅認識？有啊。上兩個禮拜，去個做飛行機，做飛行機的時間就兩三個人過來講，先生好，先生好，我想講，你係乜人？只你就哦，我個送兩個人又送那個考個人哋學生誒，做個校歌，我出去嘛，不認出來。還有個我去個內埔誒，有一個客家文化園區嘛，就是客家文化園區。過年嘅時間有戲劇片，伊特別愛那個歌誒。哦，係哦，係啊，哦，對，如果其實人家歌唔單是校歌呢，哈。錯，可能我哋的園區的之歌。咁可惜呢，你做完這樣子的一個客家的那豐田國小的一個校歌之後，你有什麼樣的收穫感想嗎？我當初在做這個音樂的時候，我認為有一點很重要。我希望讓所有參與的學生或老師，就是老師可能會在旁邊看我們上課嘛。我希望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因為所有關於在地文化或母語音樂遇到的很大的困難是，
大家覺得這個是屬於上一輩的，或是這個是屬於老人家的，所以年輕學生不願意。就像我們前面有聊到，為什麼 K-pop 明明你也聽不懂韓國話，可是你會喜歡，或像我們以前聽西洋流行音樂，大家也未必英文那麼好。我認為，如果我們在做母語音樂，在做這個像這次這首《空哈鐵豐田》這個客語歌，可以讓孩子覺得，他也可以用不一樣的曲風，而且我在創作的過程非常開心、印象深刻，他就會更願意接觸相關的文化，或者更願意攻哈發。因為像這次去豐田，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動是，有很多孩子他的哈發是講得非常好的，因為相對都市學校的地方，他們在家裡更常會使用到客家話，跟長輩或是跟爸爸媽媽，但他們不一定會有意識說，我要很認真，一直記住這個語言，或我要多用。那我們透過這個課程的中間，我就希望讓他們覺得，很有趣啊，很好玩，而且甚至他們會把這個音樂、把 MV 發在他們的 Instagram 上面，發在他們的 social media 上面，跟他們其他校外的朋友說，你看我做的這個很酷吧？那如果這樣的話，他以後就會對這個語言更有好感，那對在地的文化、對在地的價值更有興趣。因為你這個還長期以來都是用台語去做 rap 的嘛，那你對於用在地的語言，我們說客語也好，原住民語也好，台語也好，去做這樣子屬於自己的歌曲這件事情，你當初是一個怎樣的初衷會走這條路的？其實最簡單是我大概在20歲左右的時候，我發現我的母語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好。因為以前你只要稍微講個幾句，其實現在哈發的處境也有點像，就是像有時候我們去一些長輩的場合，我講2句哈發，他們就很驚訝，你講得很好哦，年輕人不錯這樣，但大家的標準都拉得非常低了。那我意識到這件事情之後，我就在想，什麼樣的狀況可以讓你的母語更進步？因為現在能講的機會越來越少。我覺得創作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如果你身邊找不到人可以隨時，因為你不會永遠在你阿公的身邊，你不會永遠在你爸媽的身邊，那創作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而且我們可以增加更多的詞彙量，我們可以去做功課。像前面提到寫歌這個問題也是，其實很多時候可能你原本生活中都用這個語言，但你還是會講錯。因為大家平常聊天不會，就像我平常跟海旭或跟夏明哥聊天，我有時候也會講幾句哈發，就算我發音不標準，你們不會很煞風景的說柯小你講錯了，你要改，因為大家聊天開心，很多人你常常用這個語言還是有可能出錯的，但你在創作的過程就可以回頭去檢視我是不是有說對，我是不是有說得漂亮，或我有沒有其他的說法，那這個過程中我得到很大的快樂，而且我認為它非常有價值，不是只是在做娛樂產業而已，而是這個地方它有文化，它是我們的根。好上了一部分，因為其實也經驗了，如從我看到以前啊，嗰度位的客家發通啦，所以咪佢我哋講客家嘅讀本吼，對於客家嘅後生人嚟講翻，客家文化嘅復現，客語嘅復現對你嚟講有乜嘅壓力，冇呢個有乜嘅期望？我希望講，我以後嘅新人咧，我嘛做得同伊講客話，伊聽嘅時，我嘛做得出只安尼同伊講，唔是講我拜託伊去學安尼，伊會想講學客話係個很酷的事情。但是問題係也係過長嘅用嘅一種，用嘅表示應該講唔當初中話會上愛講客話嘛。因為講而家客話做嘛可以講安好。我當初做嘛，佢會上愛講客話，我想我係安尼啦，因為我以前唔講客話，我就做唔得講話嘅。讓我講咯。因為我以前係我阿婆帶嘛。阿婆土台嘅。阿婆土台，所以我希望講客話，以後他唔識。伊都冇關係咧。我都冇關係咧。我來以後嘛係安尼。就是用安尼方法。就可以講客話。用強硬的手段。生理需求。你這個唔講法，我都。嗰種無糖都有。錯。像今年也兩位我哋參加我哋客語嘅宣教國嘅運動嘛，開上咯。未來有乜個打算？未來，我今年嘛係想要再做一條歌嘅，嘛係唱安尼校歌安尼。唔過上班我哋去個豐田國小嘛，我已經做過一擺。我下擺又想要歸去我另外一個母校。又另外一個母校係咪？幼稚園讀喜事啊。幼稚園讀好，蠻好教喏。喜事。喜事國小。我幼稚園讀喜事啊，我今年想要歸去喜事，再推薦做一個教歌安尼。因為
過群嘛，冇做唔得講啊呀，豐田有啊，喜事有冇？雨露均沾啊，雨露均沾，太監都有一個。剛才一路講過去，來，我先講一下喜事國小係通幼稚園嘛，哈，然後豐田國小是國小，啊國中呢？哦國中啊，呢間南用。好，哦南用係咪？好，錯，唔係女僕國中係咪？唔係女僕國中。誒，嗰時我突然你講，可能有啲機會嘅話啦，哈，如是話喜事國小，嘛希望講可以帶一啲新的學員嘅一啲教過。錯。誒，他可惜喏，你看你接觸了我們的客語的一個歌曲的製作之後，你未來有冇個打算？有冇個期望嗎？我在這次做這首歌的中間得到很大的樂趣。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寫客家歌詞啊，因為之前我會到那個屏東的義活人，跟他們做一些音樂相關的活動，然後我就有嘗試過用哈發來寫 rap。當然這些過程中，我得到一些跟我寫，比如說華語歌還是台語歌不一樣的樂趣，因為那個過程真的完全不一樣。我的發音可能會發錯，那你知道饒舌他要念非常快，坦白講，很多哈發說得很好的人叫他來饒舌，他可能也做不到。那我就覺得很有趣，它是一個完全不同邏輯思維的創作過程。我有多喜歡呢？我喜歡到這次這個空哈鐵豐田啊。我們甚至後來又拍了一個成人版的 MV， 不是18禁的哦，是大人來唱的，就是我來唱 rap， 然後我找了一個女歌手來唱同樣《空哈鐵豐田》這首歌。我覺得它很好玩，所以我之後其實我也想要繼續嘗試這樣的創作，但我必須很坦白，我不敢跟大家說我未來的計劃是什麼，因為它的難度很高。對，如果他今天是我華語的創作，我可能敢說，我今年要做一個單曲，要做一個專輯。但是，我們這個空哈鐵豐田，我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才完成這個作品，但很好玩，所以我會對繼續做這樣的創作有興趣。嗰種學語同學語文化一件事情，他講以為講係一個幾沉重的事情，但是其實看你們節目，我們發現到講，其實嘛可以用嗰種有趣味、個神奇的方式，讓他講去接觸到我哋學語同我哋客家文化。今日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強化運動哦。各位福氣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的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的影片分享出去哦。